限量版有優惠，過數先。喂，係啊，客服咩保障到期？過數過數先過數先。咚咚咚演唱會仲有飛喎，俾錢過數先。點解有彈窗嘅？冇錯，出現呢個視窗就係提醒你，有關收款賬戶或者係手機號碼係同本局嘅舉報相符，涉及詐騙風險，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啊！係啊，我哋金管局嘅過數易快速支付系統已經同司警局嘅反詐程式資料庫對接咗，市民喺進行轉賬嘅時候，金融機構會自動核查收款賬戶有冇可疑，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提升對詐騙嘅識別能力。司法警察局防騙小精靈提提你，過數有提示，防騙更依時。